抬卡后，乃黑给乙形上。待会啊，我们在运动前，我们要记得要先暖身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有4个动作的脚的暖身，还有我们上肢的暖身。那第一个动作啊，我们的脚尖会朝上，慢慢的由下往上去延伸。记得我们的膝盖要伸直，去延展我们的腿后侧。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起来，吸气往下，吐气慢慢起来。那我们2只手可以慢慢的往上，指向我们的天花板。这个动作啊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腿后侧，还有我们的腰，还有我们的背，都慢慢的去延展开来。好，第2个动作啊，我们要去活动我们的髋关节，还有我们的臀部。帮我把脚站稳，吐气往上，让我们的膝盖慢慢的靠近我们的胸口。大家记得一定要保持平衡哦。吐气慢慢的起来。那如果像有些同学啊，柔软度比较没有那么好，我们可以不用抬得太高，没关系。好，第3个动作啊，我们要像翘脚一样，有点像刚刚的动作。我们往侧边去伸展我们的臀部。那记得过程中啊，都要维持抬头挺胸，吐气往上，慢慢的往上延伸。那可以的同学记得帮我把脚抬高哦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啊，我们会让你的脚往后，去伸展我们的大腿前侧。另外1只手我们可以去往旁边去平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的脚跟去靠近我们的臀部。那要注意啊，我们的膝盖一定要靠在一起，不要让膝盖开开的哦。吐气，慢慢往后。好，那我们脚的部分就完成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回到上半身，让你的掌心朝上，吐气，慢慢的去活动我们的肩膀，由前往后，去画圈，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双手举高，往上延伸。大家可以配合我们的呼吸吐气，吐气慢慢的往上。好，再来我们让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温柔的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手腕，去画圈，一样去配合我们的呼吸吐气，千万不能憋气哦。好，接着我们可以让2只手放在胸前，由前往后，像抱着一颗球一样，再慢慢的回来，就帮我重复吸气往前，吐气慢慢回来，让我们的肩膀放轻松，往前延伸。这个动作我们的背会弯弯的，去伸展我们的背部，像抱着一颗球一样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让双手往后，抬头挺胸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上去延展我们的胸口，回来吸气回来，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上，手尽量的举高去挺胸，把我们的肩膀还有我们的胸口都延展开来，吐气往上，慢慢的举高。再回来，身体一样要挺直哦。吐气，好，回来。好，最后我们手放开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肩膀去转圈，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。
好，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手稍微活动一下。好，暖身完成之后啊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今天的运动。那我们可以喝个水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暖身过后啊，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拳击运动。相信刚刚大家都有做好暖身，就是我们刚刚4个脚的暖身跟我们上半身的暖身。那拳击这个运动啊，其实是需要运用到我们全身的力量。待会啊，我们让2只手先放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，掌心面对自己，让我们的脚啊一前一后。我们让右脚站在后方，那我们可以想象啊，我们的这个脚下面有一个时钟。前面的这只脚是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这只脚是朝向大概2点钟的方向。那身体放轻松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点一下，让我们的膝盖放轻松，千万不要让膝盖往后伸直哈，不要让膝盖锁死。好，拳击我们会需要靠我们下肢的力量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让你的前面的这只手，就是我们的左手往前伸直。好，可以注意我们的中指的位置要面对正前方，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手往下，或是抬起来。好，中指的部分都要让它面对正前方。回来之后啊，我们会打直拳，所以我们会让你的右手伸直出去。好，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拳击啊是靠我们全身的力量，所以要注意我们的右脚要跟着去转动哦。往前的时候，右脚跟着转动。让我们的身体去往前延伸，所以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手肘跟我们的肩膀会去伸直，靠近我们的下巴。那记得呼吸吐气，手打出去的时候嘴巴吐气，吐气往前，回来之后再换边。好，让我们的身体跟着一起去转动。手要记得往前伸到最直，所以说如果从侧边看的话，我们的手会伸直往前延伸，回来再换边，让我们的整个身体都面对现在的正前方。好，往前，回来换边。那注意我们的脚跟的位置不能踩死哦，脚跟会稍微抬起来。吐气的时候往前延伸。好，如果从正面的话，就会像这样子，吐气往前，回来再换边。记得出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手都要握紧我们的拳头，不要让手空空的哦。好，手都要握紧我们的拳头。吐气向前就抓紧，回来再换边。你会发现我们的肚子会需要出力，好，肚子会需要出力。好，待会啊，我们要练习的是上勾拳，刚刚是刺拳跟直拳，那要记得去配合呼吸吐气。好，肩膀先放轻松，稍微活动一下。好，我们一样，手稍微放轻松，打开来。好，刚刚大家都做得很好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上勾拳，手抓紧之后，往前伸直，刺拳、直拳，回来上勾拳就是由下往上延伸，让你的手停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就好。回来之后再换右边往上。好，记得身体要跟着一起转动哦。手打出去的时候都要让它回到原本的位置。吐气，1、2、3、4，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哦。吐气，1、2、3。好，同学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身体去做转动呢？回来。好，再一次往前，手伸直，拳头握紧。回来之后，身体要回到原本的位置，再换边，伸直，拳头要记得握紧。回来，上勾拳由下往上。回来再换我们的右边，好，身体要跟着去旋转，肚子才会用力。好，那要特别注意我们脚的位置，好，脚的位置。前面的脚是朝12点钟的方向，后面的脚是朝2点钟的方向。手出去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脚记得要用力
去转动，所以我们的脚掌要踩着地面哦。好，前脚掌要踩着地面，不能让我们的脚太放轻松。好，不能让我们的脚放轻松，所以要用力的往下，像踩地板的感觉，再回来。好，身体会像踩地板的感觉，再回来。好，让我们再练习一次哦。调整一下呼吸，手先抓好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。好，记得我们的左脚在前面，右脚在后面。好，刺拳就是我们前面那只手，吐气往前延伸。好，身体要旋转，让我们的身体都会面对现在的正前方。回来，直拳，手抓紧。好，靠我们腿的力量，慢慢的往上延伸，手才会出去伸直。好，回来。好，记得还有上勾拳哦，由下往上，吐气往上。回来，再换边。好，那可以大力一点点。好，不要害怕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要把动作连贯起来。吐气，1，回来，2。好，记得身体要去转动。3，由下往上。4。好，大家做得很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身体放轻松，手先抓紧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吐气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身体有跟着旋转吗？吐气往前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记得脚都要踩稳哦。吐气往前，1，手记得伸直，让你的肩膀靠近我们的下巴。回来要记得回到我们下巴的位置。2，手尽量的向前延伸哦，手记得要抓紧。再回来。3，由下往上。好，记得上勾拳要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不要打得太高哦。回来，再换边。4。好，记得脚要出力哦。哦，拳击它不是只有一个手的动作啊，我们的脚也要出力。吐气，1，肚子也要用力哈。2，回来。3，上勾拳。4。好。那大家做得很好，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的上勾拳，我们的手肘的位置。如果从侧边看呢，我们的上勾拳会像这样子，1、2，好，要让我们的手肘是90度的，所以打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像这样子，像在捞东西一样，好，不能像在捞东西一样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固定好，往上就要起来咯，手肘都要帮我固定好，先往后延伸，再起来往上。好，所以不能让你的手肘像捞东西一样哦。先往后，就要把动作摆到定位了。吐气，再上来。好，记得身体要跟着去转动。好，让我们再练习一次哦。手帮我抓紧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吐气，先从刺拳开始，就是我们前面的这只手，左手往前延伸，回来收回到下巴，再换边。好，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去转动，让我们的身体都要面对正前方哦。回来，上勾拳，让我们的手肘都要先固定好，先往后，再打上来。记得让它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，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回来之后再换边，一样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。好，上勾拳呢，应该会是一个蛮有力的一个拳。所以记得我们吐气的时候打大力一点点。好，吐气往前，1、2，要记得配合呼吸吐气哦。吐气往上，往上。好，回来，我们再一次，1，手伸直往前延伸。回来之后握紧我们的拳头，2、3、4。好，身体记得要去转动。让我们的脚也要跟着去出力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次哈，手抓紧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，吐气，我们向前延伸，注意我们的手伸直往前，中指要面对正前方，中指要面对正前方。第二个是我们的直拳，3，上勾
4，上勾，手肘要帮我固定好。好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。大家做到动后，开嘎后，待会我们要进入我们下肢的训练。那在进入下肢训练之前记得先帮我准备一只坚固的椅子，下面不要有轮子哦，让它是稳的。等一下我们会训练的地方是我们的大腿的前侧，还有我们的臀部。准备好椅子之后我们先坐下来。等一下的动作叫做深蹲，叫做深蹲。那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从椅子上面起立蹲下，吐气的时候我们站起来，吸气的时候要帮我慢慢的让我们的屁股去找到椅子，慢慢的往下坐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吸气慢慢的让我们的屁股去找到椅子，往下坐在椅子上，吐气起来，吸气慢慢的下去，往下坐。那这个动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膝盖，让它一定要对准我们的脚尖哦，所以不能让你的2只脚合在一起，让我们的膝盖对准我们的脚尖，脚跟要踩稳，吐气慢慢的站起来，吸气让我们的屁股往后去坐到我们的椅子。记得在移动的过程我们的身体都要抬头挺胸，千万不能驼背。好，吐气起来，脚踩稳，让我们的身体去往上，往天花板的方向去长高。吸气，再慢慢的下来，坐在我们的椅子上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花大概1-2秒的时间，就直接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腿要用力，还有我们的臀部也要用力，身体要往上延伸，抬头挺胸。那吸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下蹲下。好，帮我花大概2-3秒的时间，慢慢的往下蹲，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太快的下去。好，吐气起来，大概花1-2秒的时间。吸气，慢慢的蹲下，大概花2-3秒的时间，慢慢的往下坐下来。好，为什么我们下去要慢呢？我们要慢慢的往下坐，才不会让我们的屁股一下子就跌到我们的椅子上了。吐气往上，吸气下来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可以先做10下，中间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的时间，让我们一天可以做个2到3组。1、2、3，吐气往上，吸，吐气，吐气往上，慢慢的下来，6，吐气往上，7，吐气往上，慢慢的吸气下来，8，吐气往上，记得让我们身体往上延伸，往天花板的方向。9，吐气，还要注意我们的膝盖的位置哦，要让它对准我们的脚尖。10，吐气往上延伸，再慢慢的下来。中间累了，我们都可以随时休息一下，调整一下呼吸。待会下一个动作我们会教大家去做分腿蹲。深蹲它比较简单，因为它2只脚是站在同一个方向。分腿蹲顾名思义，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脚一前一后，所以我们一样要准备一张椅子。让我们先站在椅子的后方，最好是可以准备一张有靠背的椅子，让我们的双手可以扶在上面，让我们的脚一前一后，手可以轻轻的扶着我们的椅背。那这个动作特别需要注意我们的后面的这只脚，让我们的脚尖顶着地板，面对正前方。吸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下蹲，吐气手轻轻的扶着，再让身体站起来。吸气往下，吐气起来。
记得让我们的膝盖、脚尖都面对正前方，所以我们的后面的这只脚，前脚掌要帮我顶着地板，像踮脚的感觉。好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脚跟踩在地板上，不要让我们的脚跟踩在地板上，这样子你的膝盖就会很容易往内哦，膝盖的压力就会比较大。所以我们手扶好之后，我们的脚一前一后，脚帮我踮起来，吸气，往下。吐气，往上，一样让我们的身体站直。吸气，慢慢的下来；吐气，慢慢的起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啊，一样我们可以做8到10下。吸气往下，吐气起来。做完之后，记得帮我换边。吸气往下，吐气慢慢上来。好，回来之后啊，我们再换另外一只脚。另外一只脚啊，我们动作其实是一样的，让我们的前脚掌踩着我们的地板，让我们的膝盖、脚尖都面对正前方。这个动作会比较难哦，因为这个动作会比较需要用到我们大腿的力量，还有我们臀部的力量。吸气往下蹲，吐气起来，吸气往下蹲。吐气起来，吸气往下，吐气起来。那记得我们上半身一样要挺直哦，千万不能驼背。吐气，慢慢的站直。好，让我们记得膝盖、脚尖都要面对正前方，所以可以看老师这边。分腿蹲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脚一前一后。往下蹲下去，前面的这只脚，我们的膝盖去对准正前方，再慢慢的起来。这个动作啊，它会比较容易让你的膝盖往内，所以千万要帮我注意，我们的大腿要往外撑开来，再慢慢的站起来。过程中啊，如果会觉得膝盖往内跑掉了，或者是觉得膝盖的压力很大，记得都帮我稍微休息一下。左右记得换边，下去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膝盖有没有面对正前方。吐气，慢慢的起来，吸气往下，吐气再站直。分腿蹲呢，我们2只脚的角度会是90度的，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前面的脚跟后面的脚。是不是都是90度的？上半身也是90度的。吐气往上，吸气下来，吐气往上，吸气下来。所以分腿蹲这个动作啊，就是帮我做好3个90度，前面的脚是90度的，后面的脚也是90度的。我们的上半身也是跟地板是90度的。好，第一个90度，第二个90度，跟我们的上半身跟地板。第3个90度，好，记得呼吸吐气。好，待会啊，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的深蹲的动作。深蹲的时候啊，我们记得慢慢的坐下来，膝盖对着我们的脚尖，手可以放在胸前去保持平衡。先让我们2只脚踩稳之后，吐气。往上站起来，站起来的时候记得臀部要用力，大腿要用力，让我们的身体往天花板的方向去延伸。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慢慢的坐下来，慢慢的往下坐下来。吐气，站直。好，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要收紧，大腿要用力，千万不能驼背哦，抬头挺胸。吸气往下，吐气，慢慢的站起来，站直。吸气往下，吐气，注意我们的膝盖对准脚尖。吸气，慢慢的往下，吐气，站起来。吸气，慢慢的坐下。吐气，膝盖对准脚尖，往上，
站直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2个下肢的训练。第一个是我们的深蹲，第二个是我们的分腿蹲。那刚开始啊，我们可以先从深蹲开始，因为它相对难度比较简单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啊，腿的力气比较厉害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分腿蹲。那一天记得帮我做个10到20下，那可以维持个2到3轮。拍嘎周都懂后，那我们记得休息一下，喝口水。